一天听得，我想是无偌久啊，但是你会当借骗几这么好的驸马，国王若是死，也会放心啊。国王最袂放心，就是太阳寺这个囡仔。听讲，韩素英为着伊，投入碧水予我死。也不想要娶某生囝，安尼国王是要安怎样对得起伊死去的王伯？驸马，你现在，你是这代替明事理的人，你都给我交代，加照顾公主，你知影无？你也爱更多大英寺，爱会记你哈。你先准备。父王，你人真忝，你应该休困。我讲，我真忝。你是为韩姑娘伫咧烦恼是？只有今日何必当初？人人像你是铁，基于一副铁石的心肠，又何必为往事空自烦恼呢？你可知影？龙主病中也真是真为你担心。我知影，不过你并无了解，阮族在此并调汉宫，却毋是自找烦恼，只是立必下一个心愿。
下心愿。一个品貌相传，又风粉家己，竟然会为着我一句戏言而丧生。我会用去免后悔，也过却袂用去无惭愧。我在这个碧水河边，默默下一个心愿，我甘愿一世人唔错。以报答韩姑娘对我一片的亲情。看来，人生铁石心肠的太阳树，比我四平过搁较重情重义。伊为着韩素英，竟然许愿忠心唔做，而我呢，不但愧对就公主。更加对不起就中原的宝钏。三小姐，三小姐，是你。三小姐，你敢若真着囝的款，当然若毋是无熟悉啊，你还记你以前叫我一声李表兄哦。三小姐，当咱真久无见面啊，你哪拢无讲话？我无啥物话通甲你讲，你上好随时离开这个所在。离开遮？无啊，三小姐，搭这个武家堡是每一个人拢会用来，我是安怎就走？李大爷，你若介意武家堡，做你尽量徛在遮。我王宝钏要倒来汉营，你总是无法度好管。小等，三小姐，我当然是无法度管啦。不过吼，我还是想讲吼，我有话要甲你讲，才会用啊，会用。有啥物话你紧讲？三小姐，你即马吼，甲以前伫咧菜楼抛绣球的时阵，同款遐尔啊水。敢若吼衫有小可较破淡薄啊。三小姐，听伊讲，这个四平贵已经死伫关外，你毋知有后悔讲你嫁伊无？李强，你要甲我讲的话，就是这句话是。无啦，三小姐，我是讲吼，假使你也是无气嫌我吼，我甲以前同款对你遮尔啊痴心啊。三小姐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对你安尼，妈妈，救我！放手！哎呀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哎呦！救人哦！啊！救人哦！
表小弟啊，我咧头前安尼在咧等你规半晡了，无看你来，原来你就是我伫咧遮啦。啊！李表兄，我是为着……哦，啊，三姨妹啊，但四片贵哦，啊是我亲目看到伊死在这个西凉国的大建公主的手中，你何必着对伊遐痴情啊？啊？哎，三姨妹，啊，当我表小弟李昌，啊是倒位你输四片贵啊？啊？你着看在二姐夫的面子上，你着来答应嫁伊吼。爹妹。我看你坚强到什么时阵啊？姚小姐，不要紧，表妹吼，另外我甲你物色一个靠富贵千金小姐好你，哈，走，倒来去，啊，倒来去，倒来去，哼，哎，啊，要等行，我倒在创啥嘞？行啦，好啦。多谢大哥二哥。啊，弟夫啊，做你放心啦。若是讲哦，有阮两个伫咧吼，我绝对唔准任何什么人来甲你欺负的啦。对，你这里免惊啦。啊是讲弟夫啊，阮两个人哦，也袂少岁啊啦，啊气力也无啥有啊。啊小弟啊去遐久也无转来，手干哦，是死人的代志呢。后日若唔拄啊，阮两个若翘起，看啥物人要甲你照顾。大哥、二哥，你免替我担心，死路毋是短命上，我相信你无死。总有一天，死路一定会倒转。